美編今日帶大家嚟中環 IFC 重新改造嘅 Dior 美妍專門店。新店集齊全線彩妝、香薰、護膚產品同埋 facial， 美妝控一定要嚟啊！特別推介皇牌嘅玫瑰花蜜活氧再生精華油俾大家，注入珍貴兼高濃度嘅格蘭玫瑰，有效修復肌膚、減淡皺紋、重拾緊緻飽滿肌，再生逆齡效果顯著啊！佢仲獲得我哋 Cosmopolitan 美妝大賞嘅最佳精華獎項。IFC 店仲有 Dior La Suite 俾大家喺鬧市中享受舒適寧靜嘅 me time。專門店仲配備最新科技儀器諮詢區，針對你嘅肌膚需要，提供專業護膚方案。多款美容護膚療程結合專業按摩手法、尊貴護膚系列同埋先進科技，令你得到更深層嘅滋養同埋放鬆啊！最後去埋彩妝同香薰區域，體驗 Dior 嘅奢華魅力。新店換上全新 new look， 以巴黎蒙田大道30號總店做靈感，散發永恆優雅同埋創新。大家都一齊嚟 IFC 美妍專門店 shopping 啦！